来啊，咱着耶和华唱歌，叫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。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，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。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，是大的山，赢过拢总的上帝。咱即时同心来祈祷，至善的父上帝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甲福气，阮会当三甲做伙来礼拜。虽然阮无直接做伙，毋过阮的心结连做伙伫你面头前，求你帮助阮众人，拢备办好阮的心。无论是伫你面头前，也是伫阮日常生活，拢活出你所欢喜的款式。下面，我们来亲近你的话，求你圣神帮助，互阮通明白你的话，嘛赏赐阮有气力，将所明白的行做出来，成做阮生命的一部分。下面的时间，你来带领。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读经罗马书第8章第50到51节，因为照肉体的意向肉体的事，照神的意向神的事。因为肉体的意向是死，神的意向是活和平安。因为肉体的意向是对敌上帝，因为伊无降服上帝的律法，也未会降服。佮踮伫肉体的，未会互上帝欢喜。独独上帝的神，若徛起伫恁，就恁无踮伫肉体，是踮伫神。无有基督的神的，毋是伊的人。基督若踮伫恁，就恁的身躯因为罪死。神因为义活，独独互耶稣对世人中搁活的，伊的神若徛起伫恁，就互基督耶稣对世人中搁活的，也要将伊的神，就是徛起伫恁的，互恁会死的身躯搁活。
各位兄弟平安。今日咱的经文来到罗马书第8章第50到51节。一开始，保罗伫遮讲，因为照肉体的意向肉体的事，因为照神的意向神的事。这条经文安尼看，可能看无啥知影伊的意思。啊，毋过咱若看和合本华语的，伊就讲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。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，哎呀，该不行嘛是毋知你讲啥对无？好，咱来看这个，因为照肉体的，迄个照肉体的，迄个照是啥物意思？伫台语是翻做照肉体，华语讲随从肉体。所有的英文的译本，大部分都是翻做 live according to the flesh。所以迄个照，希腊文卡塔，伊是照着还是顺从、依照的意思所以就是讲，你若照肉体的生活去活的，这就是意思。啊，第二句，伊讲意向肉体的事，还是说和本说体贴肉体的事？大部分的英文译本是这么说的 ：have their minds set on， 就是。迄个 mindset 是伊的意向，就是讲伊心所欢喜的，所关心的。所以整句话，伊讲因为照肉体的意向肉体的事，就是你若照肉体，你的生活若是照肉体这个方向去过，啊，你所欢喜的，你所关心的，都是肉体的事。啊，保罗咧讲，这个肉体是啥物意思？这肉体伫保罗所有的文章内面有介侪无共款的意思。可能会当讲身躯，就是咱人的身躯肉体，啊是有当时保罗会讲是照人的角度去看代志，伊嘛会讲用肉体来看。啊，较侪是咧讲人的本性。啊，若亲像这个所在，伊要强调的是迄款败坏啊未得救的人性，甚至咱若是甲讲这是一个堕落、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性会更较好。那照咱今日的经文来理解的话，
保罗讲这个肉体的意思，就是迄个已经坠落以自我为中心迄款的人，迄款的人性。伫希腊的哲学常常甲肉体、甲灵魂二分，所谓的二分法。因认为肉体是有限的，是会败坏的；毋过灵魂是无限的，是永存的。所以他们说灵魂不灭。毋过这毋是保罗的意思。希腊哲学的二分法是看轻肉体，高举灵魂。毋过圣经是一个较正确的看法。圣经认为一个我的活命包括肉体甲灵魂。当人死去，肉体转去土里，毋过灵魂上帝收转去。所以伊伫圣经无论是旧约甲新约，是无甲灵魂甲肉体甲二分离车。圣经是无看轻肉体，高举灵魂。咱知影到基督过来，第二届来的是咱所有的人拢会肉体过活。所以这款的观念是不会看清肉体的。所以伫保罗遮，伊的肉体毋是甲灵魂在做比较，伊的肉体是甲圣性，甲圣性。所以话都讲过，当保罗伫遮咧讲的肉体，咱甲理解。真过是一个自我为中心，也是讲你用世界的价值观在看，这就是肉体，属于肉体。你若用圣性，当保罗讲到圣性时阵，咱会当去甲理解，这是以他者为中心。这个他者包括上帝，包括你的厝边，就是遐所讲的听上帝甲听厝边。以他者为中心这款的态度。也是以上帝国的价值，这就是属于圣性。保罗的传讲较济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伫遮，咱会拿定心来解说，他都讲着讲，因为照肉体的意向肉体的事，咱就真用较简单的话来讲，咱会当甲了解真做是照自我为中心过日子的人，伊的心怀意念，就拢。欢喜拢放伫迄个自我，也是另外，你要讲照世界价值观在过日子的人，伊的心怀意念，就是拢放伫世界，这就是较大一句，因为照肉体的意向、肉体的事。毋过伫遮要甲咱提示一件代志，就是保罗的意思，毋是讲咱人若采取。自我为中心来过活，咱的心思意念就是拢是自我。伊意思毋是安尼哦，伊的意思刚刚好相反。伊的意思是讲，未得救的人，其实伊本身就是以自我为中心，所以这款人，伊的心思意念就拢全部是自我。用这款的思考去了解保罗的话，较会当接续下面。下面保罗讲，照神的意向神的事，和本翻成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你若要用较简单的讲法，就是讲有圣神踮伫你中间的人，你在意的、你关心的、你欢喜的，就是圣神的代志。所以肉体的意向是死，神的意向是活佮平安。咱来用这个世界的价值，真做咱所关心的，咱就抵到死。毋过，咱若关心在意的是上帝国，安尼咱就会当得到性命佮平安。这是保罗伫遮要讲的介重要的观念。所以，伊继续讲来讲，体贴肉体。就是甲上帝对敌，对上帝律法，伊无法度顺服。伊讲事实上，伊无即个能力来顺服，毋是讲无顺服上帝律法，是无即个气力、无即个能力来顺服上帝律法。因为伊是体贴肉体，伊是对肉体，伊毋是对圣性。所以属于肉体的人，袂得到上帝的欢喜。
我都讲到，保罗要提醒有一个介重要观念，这毋是人是毋是要顺服的问题。保罗要讲的这段，伊是要解说讲，这是你有也是无信心的问题。人若有信心伫内面，伊就的确会当顺探上帝的律法。人若无信心伫内面，伊不只是无爱顺服，伊嘛无迄个气力通顺服。保罗继续去讲，上帝的神踮伫恁内面，恁着无属伫肉体，是属伫圣神，这是和合本的翻译。啊，不过你若看咱的汉字本是比较准确的。伊讲上帝的神若徛起伫恁，就恁无踮伫肉体，是踮伫神。他不把它翻成属于肉体，伊讲踮伫肉体。在肉体，这个是希腊文的概念。所以我若用这简单的话来看，伊本来希腊文的原本的意思，较简单来讲，就是讲，伊的顺序是安尼讲的。伊讲保罗讲，恁毋是踮伫肉体，是踮伫圣神。如果上帝的神徛起伫恁的内面，所以。这个上帝的神徛起伫咱内面是一个关键，是一个关键，不是我们想要顺从还是不想要顺从圣灵，是上帝的神徛起伫咱内面。保罗继续讲，人若无基督的神，就毋是属伫基督，这是和本的翻译。那汉字本是讲无有基督的神。毋是伊的人，不是基督的人呐。你若无基督的神伫你内面，你就毋是基督的人。基督若伫恁内面，身体就因为罪就因为罪来死。你的神，你的灵魂会因为义来活。所以，互基督对世人中上尾保罗要讲的是，互基督对世人中搁活的上帝。伊要照着带伫恁内面的圣神，要互恁会死的身躯搁活过来。这是整段咱今日为第50到第11所讲的经文，是很繁复的论证，真的很无趣味啦。不过遮有几点咱会当提出来讨论。伫这段经文内面保罗咧讲到的基督。伫恁内面，也是讲圣神伫你内面，也是讲上帝的神伫你内面。其实保罗无甲分别，保罗讲的好像这三个是同一回事。虽然天父、圣子、圣神，毋是定定会当随意代换。伫保罗这段经文内面，保罗。亲像无要甲分好清楚，伊有当时会讲基督伫恁内面，有当时也讲圣神伫你内面，有当时伊讲上帝的神伫你内面，这伊无甲分清楚。咱的理解会讲，基督是照着圣神带伫咱的内面，这个圣神嘛是上帝的神，这个在这里可以做一个厘清了。第二点。我认为这段经文上重要的所在，就是回到咱头前所讲的肉体甲圣神的比较。头有讲肉体就是以自我为中心，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在过日子。若踮伫圣神的人，是以他者为中心。头有解说是用上帝为中心，用你的厝边为中心，用你厝边。你听厝边，你听上帝，用因成做你的生命的中心，也是讲用上帝国的价值观，成做你过日子的态度甲中心。所以和合本讲属伫圣神，属伫基督，也是讲体贴圣灵。伫咱汉字本是讲踮伫灵，踮伫基督。也是意向圣神，无论
什么款的讲法，咱爱知影，伊这毋是咧讲基督徒你做什么代志，是圣公是属于圣神，属于基督，体贴圣神，毋是你做迄个什么代志，毋是重点。其实你用什么款的心态，用看什么款的动机去做，那个才是重点。我再强调一次，你是毋是踮伫圣神，踮伫基督，意向圣神，毋是在伫你做什么代志。譬如讲，你来做礼拜，譬如讲，你做认真看圣经，譬如讲，你拢参加教会的代志，安尼就表示你是属于基督、属于圣神吗？表面看起来是安尼，毋过保罗要讲的较重要的，是安怎下倒要讲，用迄个自我为中心来成做一个标准，这是上帝要看的。上帝要看的是咱的动机甲咱的心态。平平在讲道，我伫遮讲道，敢是因为我即马在讲道讲上帝的话，就表示我即马做的代志是属于圣神，是属于基督。敢有表示讲我即个人就是意向圣神？无一定，迄就看我讲道的动机是啥物货，我是用什么款的心态在讲道。如果我犹原是以自我为中心，可能我的讲道就是要来博得我的美名，也是要赢取我自己的声望、我的利益。这人看无，这上帝知影。所以我认为这段经文保罗的重点是伫遮，唔通甲属世界、属肉体，保罗这款的讲法的时阵，就马上去想到讲，这是咧做歹代志，这是咧做干涉啊是私欲的代志。这种歹的代志，我们反应很快，会认为这个是属世界，会认为这个是不是属圣灵的，是体贴肉体的，那很自然把这些连在一起。毋过吼，代志无遐简单。检查我是做一件世界众人拢认为水的代志，认为好的代志。毋过我毋是善良的心态，毋是好的动机，这是敢若上帝甲我家己知影尔。所以这段经文重要是咧讲，重点是咱是摕什么款的心态，以什么款的心态在过生活。迄重点是咱大家消除迄款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，咱唔通继续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去过基督徒的生活。咱若是安尼，无论咱的表现偌得到这个世界的欢喜，咱的表现偌成功、偌好，的确是无属于圣神，无踮伫圣神，毋是上帝所欢喜的。尤其咱即马这个状况，前几工，咱的防疫的中心，伊建议讲，100人室内100人以上的集会，室外500人以上的集会，他建议暂停。我们可以知道，咱知影，即马武汉肺炎的威胁是愈来愈大。咱同款，教会用预录影的方式来做礼拜，代替处理做礼拜，敢是表明咱安尼就较无健康。咱安尼做，就是因为惊吓唔敢做伙。看这完全看咱的心态，
完全看咱的动机。咱的长老、咱的小会决议暂停教会所有的聚会甲礼拜，是出自保护咱所有会友的心来做这个决定。虽然大家拢感觉这无彩，毋过是出自关心、出自照顾、出自保护的心来做。所以表面看起来，介先无介敬虔，哇！恁基督徒为着武汉肺炎，煞毋敢自己做伙做礼拜，毋是，是看咱什么款的动机，看咱什么款的心态，在做决定，在做代志。所以有当时表面做水，表面做好的代志，无拄拄好是属圣性，是踮伫圣性所做的。反过来说也是一样，表面上看起来可能是无好的代志，可能是互指责的代志，毋过一个水的动机，一个毋是以自我为中心，以上帝跟以邻舍为中心的这款的心态，以上帝国的价值观这款的心态来做代志，来做决定，这就已经是踮伫圣性，意向圣性。嘛，咱兄弟毋通去互表面遐所做的代志，去互迷惑去咱知上帝知影咱的心态，上帝知影咱的动机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说，我们不要论断，咱毋通伤紧就要去人判断，伤紧就要去做一个裁判，讲这是好还是歹。咱来留一个空间，其实会当来审判，会当来做裁判的，这是上帝的权柄。咱若真正是踮伫圣性，踮伫基督，是意向圣性，咱来知，迄是因为咱内面有圣性，圣性甲咱同在。咱既然有圣性甲咱同在，咱就知。咱应该好好做咱所有应该做的过程，把咱的过程的每一部分做到尽心尽力去来做，来完成，会当放心，把结果交托给上帝。唔免惊，咱四周围的人对咱的批判，唔免惊这个世界对咱的看法。咱知影咱是属圣性。咱知影咱是踮伫圣性，咱知影咱是意向圣性，咱毋通去互世界的声音带歪带去，毋通在意这个世界的价值观。今日保罗第8章第5到11节才会提醒，会当真做咱日常时时去思考的点。因为咱人实在是，敢若拢看到表面的事，伤过简单，要用表面的方法来侦探圣经的假实。这真正今日根本是做水的提醒。咱会知影，毋是遐做歹代志、私欲，也是干涉的代志，确实意向肉体，体贴肉体。咱会知影，这一定要真做，咱做重要的提醒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即成个杯，阮感谢阮儿女，阮是有圣性伫阮内面的人，不止圣性伫阮的生命内面，圣性是伫阮的中间，圣性阁照阮正人的手来做代志。阮的确是伫圣性，圣性嘛伫阮，帮助阮伫这个世上过日子的时，互阮认识操练，毋通以自我为中心，爱学习以他者为中心。迄个愿意学习听上帝、听厝边的性命。要真做阮的基础，
阿爸爸，阮知这是最困难的事，毋过我们要放心，交托伫你的手中，因为我要尽阮的气力来操练、来学习，帮助阮众人拢得到你的欢喜，互阮每一个人的性命，阮拢敢讲，因为阮有信心伫我内面，神的意向是我个平安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各位兄弟平安有几项代志爱甲大家报告。个人教会为顶礼拜开始咱的所有教会内面的聚会甲主日礼拜拢暂停，一直到4月底。咱到4月底，再来重新来看情形，来评估来做决定，看要继续暂停，还是会当恢复咱的礼拜甲聚会。所以这段时间，尤其是礼拜日，你若要来教会，嘛是会使教会门会开。毋过你伫10点来教会，也是下晡点半来教会时阵，其实我袂徛伫遮讲道，10点到1点半，拢会放带讲道的录影，就是讲你要10点半来礼拜，你要10点来礼拜，1点半来礼拜，其实袂有遮个礼拜的天数，是你若来嘛是坐伫遮，看带录影。所以，其实你若会当伫厝里看，嘛是会使。你若要来找我祈祷，欢迎这拢无问题。教会门袂关，是讲咱要做群聚的时阵，大家较细腻的。好，希望大家拢伫这段时间有对天顶来的平安。虽然会惊吓，毋过爱知上帝掌管，上帝的确引带咱每一个人的性命，所以要放心。这个放心是要表明咱有对天顶来的平安，咱是属于上帝国的人。
恁这人拢是耶和华上帝亲身所拣选的。上帝的神伫恁内面，基督伫恁内面，圣神甲恁同在。唔通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过日子，唔通以自我为中心的款式过日子，就跟对耶稣基督的脚步，因为主耶稣基督较赢这个世界。愿主耶稣基督恩惠，天父上帝的疼痛，圣神的相通保守，充满甲安慰，要甲恁众人伫地，尤其是甲心无平安、破病的人、惊吓的人伫地，要对即时到主角来。阿门。